好了，我想这些中国人会喜欢我给他们的惊喜的。哎，你不会像另一个人那样让我失望吧？不会，不会，不会的，你不会的。看到那边的中国人了吗？看见了吗？我每天都在他们身上花钱，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可我不想死啊！你也可以不去。是我的家人。确实是，你想让你的家庭脱离危险吗？你要好好干活，你想让他们活着吗？想，是吧？那就听好，看那边，看到中国人了吗？去那边，照我说的做，你的家人就能够活下来。去，快去！政府军现在打着平定叛乱的旗号占领了医院。现在医院里有将近400名病患，鲁尔他们既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医疗人员，这不就相当于判了这400名病患的死刑吗？明明是抢粮的武装分子，现在生生颠倒黑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这个拉汉事件啊，未经证实就直接流入了民间。哎，我们作为当事人之一，竟然毫不知情。我看这个鲁尔很喜欢用这个事件来兴风作浪啊。老胡，咱们必须得强烈要求联赛团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聂风，什么情况？我怀疑我们被恐怖分子盯上了。哎呀，看来啊，从咱们开始搜查他们在丹城窝点的时候，这帮人就已经把我们当成敌人了。聂风，有一点要注意啊，现在我中国维和步兵营腹背受敌，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而且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现在你们回城路线可能已经完全的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你们回来的这一路，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埋伏。是的。这样啊，聂风，你现在迅速调整路线，谁也不要告诉我。首要任务是安安全全的回来，咱们再找漏洞。是。切记，一定注意安全。放心。从前面的桥向东南方向再行驶40多公里，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丹城。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小路交替的走，这样更稳妥些。照现在这样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改路线了。但是有一点，更改路线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记住，这是最高机密。明白，明白。上车，快点，走。我们要知道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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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营长，报告营长，目前有很多难民正在向景天哨靠近。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务必把他们控制在营区警戒线之外，严密监控，必要的时候可以鸣枪示警。收到。我们要知道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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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去！我们要知道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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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派出3辆巡逻车，他们都遭到了塞利亚人的袭击，甚至有人在街上就开始被攻击了。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引起这件事情的源头，就是中国维和步兵。中国维和部队不能让我们再受到这样的牵连了，必须要想到一个好的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诸位，在此次事件当中，我中国维和步兵营所遭受的谩骂和围攻，我相信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少。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必要背下这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来自拉汉的指控。拉汉也说了，罪魁祸首就是聂风。就是因为聂风侵犯了拉汉他的妹妹，才导致了武装的冲突。所以，你们一定要给民众们一个交代，知道吗 ，Mr. Brad？ 我觉得您现在下这样的定论有些过早了。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只有一方证言，从来没有询问过另外一位证人。而且这中间是否有隐瞒、扭曲、不真实的情况出现呢？拉汉事件，在未经官方的许可就直接流入了民间，但是影响却如此之大。我觉得诸位，我们要用最坏的打算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恶意煽动民众的情绪呢？无论真相如何，一定会离间维和部队和塞利亚当地民众的关系。信任关系是很难建立的，一旦被破坏，恢复就很难。在我方看来，目前的指控是极其荒谬的。我不知道您 ，Mr. Brad， 您为什么这么急于的盖棺定论呢？这是联赛团给予我的任务，让我来协调中国维和部队和塞利亚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希望双方能够友好相处。我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不好的影响出现啊。诸位，侵犯女性是一顶会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脏帽子。在我方看来，在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之前，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措辞。是，我承认，聂风本人脾气火爆，做事有时不按章法。但是我可以以我的人格，甚至是整个中国维和部队的信誉，来替聂风的人品做担保。我跟聂风认识，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担当而且善良的战士。有人操控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趁此机会把中国维和兵给赶出去。我请求与政府一起合力调查拉汉事件，争取尽早给民众一个真正的交代。同意。同意。这确实是最合适的方式。我会亲自去趟总统府，让他们开始展开调查的。看准目标，干净利索。那边的士兵太多了，我没法全部干掉。你不需要担心，我在车里准备了惊喜。你在开玩笑吗？我也会死的。你死还是你的家人死？你自己选，选吧。如果我能把他们全部干掉，你就给我一条生路，对吗？当你见到布拉德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命运。我会照你说的做，请你
别动我的老婆和孩子。游戏开始。队长，有情况。所有人停车警戒。吴阳，冲上去！冲上去！必须冲上去！如果让他们的车辆接触到我们的车队，后果不堪设想。把他逼停！是。队长让我们停车，他怎么出去的？有情况。再快点！队长，越来越近了，马上要撞上了。那就撞上去！队长！队长！我们走。所有人原地警戒，合唱队跟着我。队长！牧羊，牧羊，牧羊，快醒醒！牧羊，牧羊，醒醒！千万别睡！牧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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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睡！听我命令，不能睡！牧羊，牧羊，听我命令，不能睡！牧羊，我得跟你说件事。说。我特别喜欢子南姐，但是你也别告诉她。啊，没事，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千万不能睡，坚持住，等兄弟们来了，咱们一起回家。啊，等把伤养好，我陪你一起追他。不，队长，我就这样默默喜欢他，
我觉得挺好的。我看着他能喜欢他喜欢的人，我就挺开心的。好小子，是我兄弟，你要答应我，坚持住，千万不能睡。我好累呀。好，那咱们在这休息啊，等兄弟们来。欧阳，等兄弟们来，别睡，别睡。欧阳，欧阳，欧阳，醒醒，别睡！老聂，怎么样？欧阳受伤了，快把牧羊送回运输队抢救！快！聂峰，队长，没事了，小心！队长，走啊！先救秦牧阳，你行不行？我没问题，快救他，快救牧阳！他们说我爱他们。坚持住啊，牧羊！老聂，志勇回来了吗？老聂，怎么了？志勇探路有没有消息啊？还没有志勇的消息。扛，也要把牧羊扛到医院。志勇，怎么样？前方路破损非常严重，无法通行。我在前方发现了一条小路，但是必须穿过他们的部落。我的部落就在附近，我可以带你们过去。你们的部落在哪儿？在那边。我们现在就要过去。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好，那赶紧出发吧，提醒大家保持警戒。出发。我们开门见山的说吧。为什么我请两位来？这2天，很多塞利亚的市民都在抗议你们中国的维和部队。我们本来就打算就这件事情跟你商议，在一切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的？谁透露出去的不重要。我想，对于这件事情，塞利亚的人民是很在意的，他们需要一个说法。在这个敏感脆弱的非常时期，维和部队更加需要一个公平客观的调查结果。对于塞利亚来说，只有政府军才能提供真正的保障。如果总统执意坚持，那我就先将拉罕交出来。我们可以很好的照顾拉罕。Hao watu ni kina nani? Oh, wao ni Wachina. 这是谁？我们的酋长。Hawa watu ni kina nani? Wao ni wasamaria wema. Wamewajeruhi watu. Hawa wanahitaji kupita hapa katika kabila letu ili waende mji wa Dani mkuu. Habari mkuu, sisi ni askari wa kulinda amani wa China. Tunaenda mji wa Dani, tunaweza kupita kwenye kabila lako? Kuna nini ndani ya magari yao? Kuna vifaa muhimu, lazima tuende haraka, hatutasababisha matatizo kwako. Nimebadilisha mawazo yangu. Tunahitaji chakula chote. Na kila mtu lazima baki hapa, hakuna atakayeondoka. 他们什么意思？他们要我们的粮食，否则不让我们走。
教导员，教导员，我是15号哨位，在我1点钟方向有一批政府军正在靠近，对方有2辆坦克。完毕。保持警戒，表明立场。喊话驱离没有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开枪。是。紧急集合，一起战备。请你们立刻撤出中国维和步兵营的驻地范围。中国维和步兵营，只要你们交出侮辱小女孩的人，然后我就撤兵。总统先生，一旦开始交火，双方都会受到巨大的损失。总统先生，军人不能成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流血牺牲，这就是军人的天职。我作为塞利亚的总统，必须要保护我的人民。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我就不配当这个总统。总统先生，在一切尚未定论前，贸然对中国维和部队提出这种要求，只会让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单城内忧外患，和维和部队发生冲突是不理智的。调查需要时间的，我现在就要对我人民的安全负责任。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先让维和部队跟政府军分别管理塞利亚的秩序，然后继续调查拉汉事件。我同意布拉德的说法，你觉得呢，高营长？总统先生，中国维和步兵营会按照联赛团的命令去做，但是我个人保留意见。另外，我们要求调查拉汉事件必须要由政府军和中国维和部队联合监管下进行，最终调查结果提交联赛团进行公开仲裁，双方监管，电视直播。没问题。Binti yako anaumwa sana. Binti yangu anaumwa. Ndani ya kabila langu tunabadilishana kwa ajili ya kutoa sadaka, maisha kwa maisha, ili kuokoa maisha ya binti yangu kwa Mungu. Kama msipokabidhi chakula, basi nitawaulia mbali wote nyinyi. 子南，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不交出物资，他就要把我们烧死，祭祀神明，换他女儿的命。子南，我们可以救他女儿。
鲁尔撤军了。我看那个鲁尔啊，他是想把联赛团彻底解散了，他才高兴。哎，你说对了，这才是鲁尔总统的真实目的。我得在仲裁之前，把拉汉事件的所有资料准备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去准备了。对，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要他死。明白。拉汉怎么还没到？不知道，时间快到了。哎呀！我方。我诚恳地向中国维和部队道歉，我欺骗了你们。真相是我们袭击了当地的村民，中国人想保护他们，是鲁尔指使我们这么做的。鲁尔也帮我们丰富了证词。这个视频同时已经上传了网络，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让世人知道鲁尔是个笑话。这事显然是恐怖分子故意诬陷我，我会亲自找到真相。拉汉现在也没有出庭，这个视频也有可能是伪造的，这可能是一份受到威胁的证词。所以，我们现在只有等拉汉回来，才能够得到一份真正的证词。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总统想见你。这不是去总统府，我们出城干什么？有个重要的人要见你。谁？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好的，了解了。总统，刚刚得到消息，拉汉不见了，并且守护他的侍卫也全部都不见了。去找到他们，每个角落都好好找，仔细找，把拉汉给我带回来。是，先生。报告，我们发现了3具尸体。Over。不要再看了。是鲁尔要求我诬陷中国维和部队，他帮我丰富证词。这个视频同时已经
上传了网络，让世人知道，鲁尔的所作所为都是个笑话。我们需要真相，我们要看到证据。我们被政府骗了，拉汉需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释才行。拉汉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需要真相，我们需要真相，我们需要真相。中国维和部队郑重的要求，尽快的与鲁尔总统展开对话，并要求他向塞利亚人民公布拉汉事件的调查结果，还中国维和部队一个清白。高营长，吴教导员，中国维和步兵营对丹城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拉汉事件是别有用心的阴谋，我相信中国维和部队的清白。联赛团总部一定会努力争取中国维和部队的合法权益。我作为塞利亚的副总统，我认为我有义务和权利保护塞利亚人民的和平。在我离开塞利亚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感到很抱歉。我一直在与邻国进行沟通，我希望可以为逃离塞利亚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护。副总统先生，您对处理国际关系和拉汉事件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呢？拉汉是受人指使的，他不过是鲁尔的棋子。他只是为了给维和部队抹黑，而且驱逐国际力量，抢占政治资源。鲁尔一向是如此，他只是为了一己之私。鲁尔这个人根本就不顾塞利亚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当然，这些都是暂时的。有国际社会的帮助，我相信塞利亚的明天会越来越好。副总统先生，您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会努力的去跟鲁尔进行和谈，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会努力的。兄弟们，你们想让我们的领导回归吗？想，绝对不会放弃。只有副总统才能带领我们实现和平。我要求，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间了。重新进行总统选举。鲁尔滚出去！我要求鲁尔滚出去！和国际社会滚出去！在塞利亚滚出去！朋友们，现在的情况估计你们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期货市场也要断货了，所有的客户都在关注我们开发的新货源，我们要实施计划了。现在阿明先生，是该你出场的时候了。当下鲁尔迫于舆论的压力，他肯定不敢回绝你，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要把握住机会。乌托，你说的非常的好，这次多亏了你找对了人。拉汉的事件办得干脆利落。这个视频呢，也给鲁尔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做得非常好，我的朋友。不过，我想说的是，马努特此时恰好配合了我们的计划，这次鲁尔是在劫难逃了。那么如此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了。听我说，朋友们，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呢必须让阿明先生尽快的回归政府。上面已经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了，他们现在非常的不开心。你上面真的还有人吗？朋友们，跟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相比，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干杯！我在此声明，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为国效力的权利。我要求总统府
和联赛团一起对塞利亚的选举进行合理的监督。总统先生，马鲁特在国外确实蓄积了不少的力量，对咱们来说是个威胁。再加上拉汉的事件使咱们的信誉大跌，现在真的是腹背受敌。我不想听这个，你就告诉我解决办法。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他现在是联赛团的一员，我们可以去找他，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想要见你。钱已经到你的账上了，我要看到结果。我会尽力的，你放心吧。很好，我相信你，别叫我失望。布拉德先生，拉汉死了。拉汉，他不是总统的客人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擅自离开了酒店，发现的时候已经死在街上了，而且没有人对此负责。我们需要联赛团的协助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次的难关。维和部队早就已经和总统先生划清了界限了。作为塞利亚政府，我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阁下能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我相信拉汉事件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现在呢，他已经死了，还是在政府军管辖区，这是不是也就证明了政府的无能呢？你说呢，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你好像对拉汉的死早就知情。别担心，总统先生，我此次来这里呢，就是为了塞利亚永久的和平而来。我现在有2个计划，第一个是阁下之前的行为是被别人给利用的，我要与维和部队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那第2个呢？那第2个呢，是我要对外发布阁下之前的做法，就是要与联赛团分道扬镳，为了控制住塞利亚，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政治权谋，甚至不惜利用拉汉来挑拨维和部队和塞利亚人民之间的关系。布拉德先生，你是想对总统先生栽赃陷害吗？现在我怎么想，这并不重要，外面的人怎么想才更加重要。2个计划都很有戏剧性，效果也非常有趣。毕竟证据都在那摆着，联赛团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确实都是实情。那么现在，总统先生，你怎么想呢？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如果我选 A， 你有什么条件？我需要你见一个人。守备！总统先生，请冷静。阿明是我们合作的前提。布拉德先生，你很狡猾。没想到我通缉了这么久的人，竟然在你那儿，你这么做是不利于我们合作的。你这么做深深地伤害了我。阁下，我是完全在为你着想。就目前来说，联赛团的局势完全可以利用的人选并不多，而阿明他就是这样的人才，他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号召力。相信我，阁下应该好好的利用他，把阿明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才不会浪费。为了您的国家，还有您的位置，我们还是合作吧。这个人，他背叛了我，背叛了我的国家，我是绝对不会和他进行合作的。总统，阁下，您要理解世事难料，有时候敌人也可能会成为你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他伤害了我的女儿，我不能接受。总统先生，请恕我直言，阿明对班达所做的，我知道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但现在，您是塞利亚的总统，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为了你自己。你好，你说什么？走，停车！有伤员，赶时间！聂风，又是你！母羊，医生，快救人呐！有没有人？快救人！快送抢救室！快！秦牧阳现在什么情况？牧羊受了重伤，这回全靠你了。我先回一趟营地，一会儿我再来接你。好。运输队被扣在外面，童医生，只有你能帮忙。我真是小看了你在丹城的势力，手都伸到这儿来了，你是在威胁我吗？总统先生，根据我所掌握的这些东西，我知道有些人正在计划，他们想要您的命，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别人来代替你的位置。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不会向你们妥协的。天哪！总统先生，您真是误解我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也没有任何的目的，我来这里跟你商量，就是来帮你走出困境。总统先生，如果你现在可以跟我合作，那么所有的敌对势力，那么都不是问题，我会帮助你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全部解决掉。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作为联赛团最高的代表，我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帮助塞利亚恢复和平的。那你带阿明来干什么？阿明，他可以帮助你挽回局势。为什么？有人选了他，他是最好的人选。好吧，那我想也该有人替塞利亚来背这个黑锅。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我现在已经有了最佳的人选，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你说的他，牧羊现在怎么样？失血很多，正在抢救呢。营长，你看一下这个。那人临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去看他的妻儿，看样子他不是自愿袭击我们的。很遗憾，我没能把他救活。这个人在哪儿见过呢？这个人是鲁尔总统的护卫。他曾经因为在街上公然挑衅咱们巡逻队，后来被迫道歉，被鲁尔驱逐出了护卫队。没想到离开丹城这几天发生这么多事儿。这样，聂风，我让2连的战士去保护运输队，尽快把粮食运回来。营长不能去啊！现在丹城这么危险，实在不行，我跟童医生去一趟，保证把粮食运回来。
那行吧，我跟张院长说一下，让向真跟你一起去，一定注意安全。是。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你还要为中国维和部队狡辩吗？这太荒谬了，摆明了是要让中国维和部队背黑锅，你居然说情况很清楚。黑锅必须有人背，你觉得谁应该背这个黑锅呢？鲁尔，我，中国维和部队，还是你作为中国人的欧阳女士？我绝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我这就向总部上报情况。欧阳女士，让我来告诉你，既然总部派我来到塞利亚，那就证明他们对你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如果我是你，我会在被总部解雇之前主动提出辞职，保留自己的一丝颜面。原来这是你们早就做好的圈套，布拉德，我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自从你来到塞利亚之后，这里的局势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收起你那丰富的联想吧，没有任何人制造你那所谓的做好的局。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来收拾你留下来的烂摊子。现在的局势，也很清楚，这件事在塞利亚已经激起了民愤，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这件事情负责。而在塞利亚，鲁尔作为总统，他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他完全可以把脏水泼到中国维和部队的头上。而你呢，欧阳女士，你甘心的看着这些同胞蒙受不白之冤吗？我懂了，如果我来顶这个黑锅，是不是你们就能够放过中国维和部队？你能保证？是的，我可以保证。你代表谁保证？代表你背后的势力？我再强调一次，我只代表联合国。童医生，怎么样？放心吧，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得赶紧跟我走一趟，老宋他们已经去部落了，时间来不及了，多1分钟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取一下医药箱。病人大出血，需要马上动手术。快送去医务室，立刻准备输血。可病人是 AB 型，至少需要400毫升，血库的血浆已经用完了。哎，抽我的吧。你不是马上出发？我是 AB 型，别犹豫了，救人要紧，抽我的吧。走。也不知道牧羊他们怎么样了。放松点，老聂快到丹城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照我说，当时就应该和他们来硬的。想起来我就生气。行了，志勇，别再抱怨。我们现在只能期望老聂早点把童医生带回来。可我认为那个组长，并不像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我们先抛开组长的女儿不谈，我觉得他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就是对我们维和部队还有顾忌。他们想要的只是粮食，所以我相信，
他们不会跟我们硬来的。老宋，你这么一说，我忽然反过神来了，怪不得那个组长答应的这么痛快，原来还有这层含义在里边。指导员，给大家吃点东西吧。叶鹏，到。给他们分点。是。Hey, acha! Msiguse chakula chao. 小心！老宋，把枪放下！所有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Kila mtu msifanye chochote, askari wetu wamemfuatilia. Tafadhali mtuamini. 这是个误会啊！所有人把枪放下！大家听我说，刚刚就是这个孩子开的枪。 Walisema kwamba huyu mtoto hapa ndiye aliyepiga risasi. Umetoa wapi hii bunduki? Kuna mtu alinipa, alisema kama nikipiga risasi angenipa bunduki. 他说是有一个人给了他枪，如果他开枪了，这把枪就是他的了。 Hakuna mtu kwenye kabila letu anayeruhusiwa kuongea na mgeni. 组长警告大家不要跟外人说话。 谁能保证不是他们族里人指使的？志勇，也有可能是别人盯上我们了。我们现在都要保持冷静，大家这个时候都不能内讧，知道吗？ Tafadhali tulieni, acheni kugombana wenyewe kwa wenyewe. Tumeelewana? Mgonjwa wangu ana hali mbaya, daktari mnamzungumzia. Kama hatofika, kiwa mtoto wangu atakufa, kila mmoja atakufa. 他说：“如果我们救不活他的女儿，就要我们全体陪葬。”大家都听着，我们维和部队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这儿，就是来救助、保护你们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你一定要相信我，当我们的医生没来之前，这位女战士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女儿。 Majeshi yetu ya kulinda amani yametoka mbali kote China ili kuwalinda watu wako. Hii ni kazi yetu. Kabla daktari wetu hajawasili, nitamshughulikia binti yako. Wala tuwaamini kabisa. Nyinyi wageni ni mashetani na waleta maafa, vita, dhiki na majanga hapa Afrika. Matendo yenu sio mazuri. 他说，自从我们来到非洲之后，我们就像是一群瘟神，是我们把非洲搅得一团乱。你说什么？我们大老远从中国来这儿，还不是为了你们？出了事情，屎盆子往我们头上扣，凭什么？行了，行了，不对，我一定要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来这儿，凭什么？我们来到这儿就要承担这些？啊？我为我们的兄弟不值，不值！好了，志勇。 子楠，你要干嘛呀？不是，你让我看看你的手。不是，有什么好看的？你说一个小毛孩，还能把我怎么样？那你让我看看总行吧？你，这都咬得这么严重了，还说什么事儿都没有？我给你消消毒吧。子楠，你听我说，千万不用，这个药留给该用的人。现在药物紧张，我没事啊。哎，你等等，就算什么事儿都没有，贴个创可贴总可以吧？ 子
unacheza taiji? Kwa ninavyojua nchini China taiji na kung fu ni vitu viwili tofauti. Kama unataka kujifunza nitakufundisha. Wachina wote weupe kama wewe? Kusema ukweli, watu wa China ni watu wa rangi ya njano. Weusi ni mzuri, unapaswa kufanya tani zaidi, na alafu unaweza kujisinanisha na msichana wetu bora hapa wa kabila letu. Asante. 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夸我长得好看。怎么，你有意见啊？那你是赞同喽？哼！哎，你夸我一句能怎么样啊？我跟你说，要是在部落，我也许能当个什么部落之花，顺利嫁给族长也说不定呢。不行。怎么？ 你是不是？你还在执行维和任务，未满1年。看来布拉德成功的让鲁尔恐慌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可以施展你的才华了。 别担心，很快塞利亚的资源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很好，我的将军，那个布拉德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让我来告诉你，与其说是他在帮咱们，还不如说他是在帮自己。你说的不错。 我以为拉汉的事最终会让马努特背黑锅，但我告诉你，那个布拉德，在那个叫欧阳的女人面前扮演的是一个好人。我发现呀，布拉德是一个双面人，我们要注意一些他，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双面人，只要他爱钱，我就是他的财神爷。我们是真正掌握他命运的人。 我觉得维和部队始终是一个隐患。将军，生活就是一塌糊涂，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机会。现在中国维和部队打算回到丹城，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去往丹城的路上，却被困在了部落里。就这样吧。完美。还有那个聂风。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我要这个叫聂风的死。将军，聂风有人会处理的，不用在意他，他不是你的目标。塞利亚需要你，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准备，重新回到总统府。 童医生，咱们现在出发吧。你再休息一会儿吧，刚抽了400cc血。没关系，爹妈给的底子好，铁打了。走。
走吧。啊！Nenda. Weka utaratibu, wabaki hapa na uangalie. Sawa mkuu. Ninashukuru kwa kumhudumia binti yangu. Nataka kuwakumbusha tena, kwa kabla daktari hajawasili, mko chini ya udhibiti wa kabila langu. Kwa hiyo ikiwa chochote kitatokea, usinilaumu. Mkuu, hivi ndivyo unawakarimu wageni hapa? Wala sijali kama ni wafungwa au la. Ninachokihitaji ni nyinyi kumwokoa binti yangu.这个族长也太野蛮了，枉费我们一番苦心救他女儿。算了，就不要跟他们计较了。Twendeni, nitawapeleka mahali ambapo mtakaa usiku wa leo. Usiku wa leo mtakaa hapa, msijaribu kabisa kutoroka. Kama mkikamatwa, mtapoteza maisha yenu.指导员，你看看这帮村民怎么分不清好歹啊！子南，我们先不提这个。你刚刚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盯上我们了？是什么人要盯上我们？这个还不能确定。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加倍小心。是。Mkuu, wale wa China wako chini ya ulinzi. Binti yangu amepitiwa na usingizi. Sitaki mtu amsumbue. Kwa siku hizi chache, ongeza vijana zaidi. Wape chakula. Hakikisha usalama wao uko vizuri. Wapeni chakula kila siku. Mkuu, unazungumzia ile mifuko ya nafaka. Kwa hiyo, hivi unaamini watapenda kushiriki chakula na kama watu wa kabila? Nyamaza. Na kuonya. Hakuna mtu anayeruhusiwa kuzungumza kuhusu vile vitu tena. Hata hivyo, wao ni askari maalum. Walikuja kumwokoa binti yangu. Tunapaswa kushukuru kwa hilo. Hatupaswi kulipa fadhila kwa hasira, la sivyo Mungu ataliadhibu kabila letu. Unaelewa? Ndiyo, naelewa. Sawa, nenda.
说的没错，他们果然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当然了，你看他们用的美式装备，这伙人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为了报复我们才混了进来。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一路来就没消停过。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早就已经把我们维和部队视为头等大敌了。看来我们动静闹得有点大，走，出去看看。Kimetokea nini? Nini kinaendelea? Sikiliza mkuu, tunajaribu kumwokoa binti yako, lakini tulipata mashambulizi mara nyingi hapa. Tafadhali tunaomba maelezo. Umesemaje? Kitu gani sasa kinaendelea hapa? Ni vyema ukaangalie mwenyewe. Hawa watu wame... Tunajua hawa watu sio wa kabila lako, lakini labda walitumwa na watu wako, hatuwezi kujua. Safari hili ni kosa langu. Nyinyi wageni wangu, napaswa kuhakikisha usalama wenu ni uhakika, na kama kikitokea kitendo kama hicho hapa baadaye, nitafuatilia kwa undani. Mnaelewa? Naelewa. Nitahakikisha naleta watu zaidi ili kulinda usalama wao. Mkuu, unaacha hiki kiendelee? Kitu ambacho mnatakiwa kukihofia ni cha kumwokoa binti yangu. Mambo mengine yoyote yatashughulikiwa na kabila langu. Nitawaletea watu zaidi kwa ajili ya usalama wenu. Tunatarajia hivyo. Shughulikia hilo.走吧，子楠。这个族长也真是的，明知道我们两个孤男寡女的，让我们共处一室，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在族长的眼中啊，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人质，他哪还为我们考虑到那么多呀？子楠，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我去站岗。哎，我跟你说，你还是个伤员，你就好好坐下。哎，子楠，你这是要干嘛呀？今天晚上我给你站岗。哼！哎！都跟你说了，你刚输完血需要休息，你这样太危险了，随时有可能引发猝死。死不了，任务还没完成呢。没事。不行，你现在不能再继续开车了，我要给你注射葡萄糖。哎，你都出现低血糖征兆了。行了，有你在呢，
我死不了。再说，现在时间紧急，等到部落再说。到了部落，我一定听你的，好不好？那你下车换我来开。你现在必须休息。哎呀，没事儿，我来。快点，你听话。我开吧，哎。你快点下来。你上车。你听话。慢点。上车。坐稳了。哎，你慢点开，稳着点儿。你踏踏实实坐着吧。我拿驾照的时候，你还不会开车。把这个吃了，补充点糖分。哎，老胡啊，你说这个布拉德现在公开声明代表联赛团支援鲁尔，还说要合力调查拉汉事件的真相。他这么一做，不就把鲁尔的嫌疑彻底洗清了吗？他图什么？哎呀，还不单单是这件事儿。阿明是袭击过班达的人，还上过政府的通缉令，而现在呢，堂而皇之的又回到政府了，啊！而拉汉事件呢，他们这帮人最后居然推给了欧阳丹尼了。阿明的这个事儿啊，很有可能是布拉德向鲁尔开出的一个价码。照现在来看，布拉德、阿明和乌托这三个人底下肯定有勾结，可问题是，咱们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咱们现在做什么事儿都得小心谨慎。我们维和部队现在不单单是维和任务，还涉及到很多的国际敏感问题，比咱们想象的复杂的多呀，老高。这个布拉德要真的像咱们俩猜测的这样，那整个联赛团的立场有没有问题，那可是值得商榷的啊。咱们的位置很尴尬。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扭转回局面，欧阳丹尼。报告，营长、教导员，怎么了？那两个护卫的事儿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说？除了照片上那个，另一个经过详细调查，他们两个都是罗尔的护卫。我估计啊，这又是一个圈套，他们想嫁祸鲁尔。现在看来，这个布拉德最为可疑。老胡啊，这事儿咱还真得跟欧阳丹尼好好商量商量。
牧羊的伤怎么样了？医院那边说他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不过应该还需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那就好。对了，营长，我这儿有个东西要转交给您。这是我巡逻执勤的时候，老郭交给我的，他说让我转交给您。老郭？对，就是老郭。不过他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什么情况。首先，我代表我个人以及塞利亚政府，欢迎阿明将军回到我们的政府，继续为塞利亚人民效力。事情已经查明了，阿明将军受到马努特的陷害，被迫离开了军队。现在呢，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是时候告诉公众了。王女士，我们认为布拉德此次来到丹城目的不纯，而且阿明这次重新回到政府和拉汉事件这2件事，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我们推断，布拉德很有可能和塞利亚现在的恐怖组织有极密切的联系。你说什么？拉汉事件和阿明重回政府的确很蹊跷，可是布拉德怎么会和恐怖分子扯上关系？我们是这么推断的。我们认为阿明这次重新回到政府，非常有可能就是受到布拉德的指使，而且布拉德、阿明和乌托，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伙的。高营长，你说这句话有根据吗？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欧阳女士，这些照片就是布拉德和阿明等人见面的证据。时间就在阿明重新回到政府的前几天。这2天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布拉德很有可能和丹城近期所发生的袭击事件有密切的关系。你说什么？还不止如此我们认为布拉德和鲁尔应该是有一些秘密的交易，那就是鲁尔总统重新接纳阿明回到总统府，作为回报布拉德帮他们解决拉汉事件的舆论影响。你们是说布拉德以联赛团的身份和恐怖分子有勾结？这只是第一步。布拉德一定是想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现在塞利亚很混乱，之后怎么样，我们也想象不到。可是据我所知，布拉德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外勤事务，他怎么会和塞利亚的恐怖分子有瓜葛？如果布拉德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背叛联赛团的？欧阳女士，要知道现在塞利亚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本土武装，这其中可能会有其他组织在幕后操纵的。就目前的情况看，布拉德的到来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我们现在要想把这件事情彻底调查清楚。欧阳女士，你知道这些照片我们是怎么弄来的吗？这个地方好像是妖媚川，难道是？没错，老郭这次帮了大忙。高营长，这个照片披露出去，老郭会不会有危险？欧阳女士，这个您放心。为了防止恐怖分子的报复性袭击，经我们步兵营党委研究，教导员亲自部署，已经对妖媚川菜馆开始了暗中保护。高营长，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你们配合。没问题，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好。
Mkuu, unahitaji kuokoa watu wako kwa kuiba vyakula na pia kuchukua vifaa vyao. Usiwe na wasiwasi. Wao ni walinzi wa amani. Hata hivyo, ikiwa tunaendelea kama hivi, kabila letu litakuwa na matatizo hapo baadaye. Sasa wamekwenda mji wa Dan ili kumwokoa binti yangu, ambapo madaktari wetu wa asili walishindwa kumtibu binti yangu. Mkuu, walitufanya wapumbavu jana usiku. Walinzi wa amani wa Kichina walitumia usiku mmoja kwenda na kurudi kwa usiku mmoja. Unamaanisha wametoroka? Ndiyo. Sidhani kama wao ni askari wa aina hiyo. Hata kama narudi, kama tutawaangamiza hao watu leo, hana ushahidi, nawezi kufanya chochote na kuleta vifaa. Mkuu, napenda kukukumbusha kwamba kama kiongozi wa kabila unapaswa kufanya maamuzi mazito kwenye jambo muhimu kama hili. Haya, sawa, nitafanya hivyo. Nitawafuata na kuzungumza nao kwa mara ya mwisho. Hata hivyo, tunahitaji chakula ili tuishi, na hakuna mtu kwenda kuwashambulia bila amri yangu. Hiyo imeeleweka, vijana wangu? Ndiyo mkuu.